我念天寒地冻啊，感见母子爹会等到暗叫暗可怜。哎呀，你太守，公公，哎，你可愿意见爱着我？当然，呀，老伯啊，暗寒，听见，听下一来，多谢公公。来，听见，来。
俺带入来了。哦，见过夫人，天寒地冻，老辈真冷哈。唔过我是太夫人家，规矩是真多啊，所以呢，莫好轻轻踩踩，就本人随便入来哟。哎呀，哦，你就会买么耶？我哋做花灯嘅么？妹，嘛该是啥灯啊？生呢，不能讲话。难拖就会记，人系带过来。对，乖乖，可以。唔坏，唔坏，生嚟唔坏。孟夫人，你不稀罕吗？安尼好，来，也可以用里面写嘛个，你敢知呀？夫人，那不是事啊。哼，范总，哎，托比糖。好。啊，李太守，也这个阿万小姐的 case， 既然你买得个太夫人家，算将佢有福气啊！来，也该给素颜就好诶。好。来，我让盖落去。喂，看哪里？真好。来，要保险不你带转移。多谢夫人。阿万，以后再乖乖烫发。阿妹为了你的将来，还不得一张，还乖乖的嘛。我乖。好嘞，来范总，哎，松下。阿万，你也乖乖烫发。李太守，抢！太太妃呀，不
个辛苦，12年来输尽了家母子的气力，大家赶来世界多，还是用不住叫到没事了。地方大有泪呀，爱就眼用情呐，买我来去呀，残意。有咩水连绵啊，千机毛难弄埋，野马高情自古少爷有来咧，心哥妹，我就在安家，真爱。阿万姐，阿弟，你莫在戏弄甜妹呀？哈？喂，你这样听我有两声听听啊，哈？你莫个自己的高兴啊呀，哈？啊，唔过，佢人嘅发用嘢食，係比佢甜妹呀。还家己啊，分姿势啦！少爷，讲话莫爱用通俗通调。乜个通俗通调？做乜这样爱心求的咧？啊！你那家中爱情讲来，前面站。少爷，你太过分了！哈？你讲来过分啊？甜妹，你呀、只将家爱做事唔是强，家中的财宝爱多呀多一山，送人天爱来地重强，哎呀落地哎呦，嘿呀落地哎呦，送人天爱地重强，阿哥啊上百妹安江。比呀哈，唔当中俺伢老公唔怕啦，你2-3年，一记都出顺情嘅没有办法，还一个呢，做抢人啊，有出嘅玫瑰花，嘅2届就当啊喊我嘅米口，来，2-3都加帮来，一个太棒，一个小下，我2-3只会下，来，我可能来帮我指你哈，太冇爱你什么解啊？冇爱呀。我应该去干嘛？
那个头呢要按我，那个头呢按过，哎呀！你跟来，我让阿妹阿妹讲，我让阿妹讲你死了你啊！对呀，阿万是，呀哈，我勇敢上当好。天妹，你放心，我背了少爷，相信不多再福音。但莫，你讲起来冇声音，千万做唔得声音，你莫，你千万做唔得声音。少爷，你进来呀！阿万是啊！夫人，千月，死丫头，敢打伤人家少爷！夫人，妈妈有错，请你再发了。好太当，你个死丫头！老钱家当，伢少爷，迄个刘家唯一的险嘛，你啊有失条命啊！你妈唔拉赔去，有事吧？阿妹我死了！哎呦，心肝呢？哎呦，没，哎呦，心肝呢？哎呦，唔要我让他打到案呢！阿妹啊，阿妹你个心肝的呢？你那个当真呢哈？你不管这个事情啊，你打起去冇好啊！哎呦，给咱上到案呢哈！啊，你讲翻贪腐嘅，唔看啊，俺家个头呐，你打坏起嚟，嘿么？哈，范总啊！哎，吉吉，仲有个少爷，咱啊带你去县太府，咱啊详细看看啊咧。相信啦，我喊你少爷对啦。来，听下你。哎呦，好你阿妹，日日嘅呢又爽啊！呀！无看系冇按压，看到好，挨老二讲我都呀哈，哼，呀别嘛啊，呀别嘛啊，小茶，小茶，哼，边个呀别杜行，好色又好看，啊唔过到处都冇看啊，好笑啊！我意思买了。嘿，我讲你阿万啊，我老二讲。你到俺屋卡做个法顿细心球诶，谈起来是真好谈，但是呢，我轮到有人来看家，这就无人分了。咱们不敢梦想。快走，赶快人给拿出来。哎呀，夫人啊！说这家法非死了，非死了。问出这忙郭拆虫，郭拆虫啊！夫人，讲技术下未发狂，实在香过不堪想。站住！太，你爹做嘛哈？他们叫人拿了。好，家法在这里。夫人，我看你，我下辈过来有事。